来看一款二级保育类的动物鸟头鸟哦，最近出现伫宜兰县的罗东运动公园，因为有真侪人拢去翕相，县政府嘛已经伫附近有封锁线，呼吁民众哦尽量唔通去影响到这个鸟仔。伫红衣区啊，靠近这个所在有一只鸟啊，是二级保育类动物何营销。这是罗东运动公园的树下，真侪民众围遐看，有人采大机翕相机要翕。他怎么会过来拍？没有，我们只是路过。路过。看这么多人在看什么？它不常出现，是那个稀有的过境鸟。何营销是正罕有的大鸟，过几一阵啊，可能就会离开，将这摄影师拢抢这个时间来翕。有一个民众散步经过也将相机停来看，不过民众若伤火，竟然和你是爱休困的何营销一直拢伫咧警戒状态，无法度休困，所以官府伫咧现场有黄色的封锁线，请民众莫伤火。因为要来翕相的人真多，有人车会占用车道，经过车若看到人坐挡在路的时阵，惊危险，拢会起喇叭，会影响和营销。拍照的人，他们好像能够拍的角度不多，所以都集中在某个固定的角度，那可能人多的时候又可能又占据到车道的情况了。摄影同时能够不要太靠近那个我们的一个车道，那避免会有人车的争抢的一个问题。官府讲，民众若要翕合营销，莫伤火，爱保持伫咧封锁线以外，也莫徛伫咧车道，较袂有危险，也较袂影响合营销休困。人甲动物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大家做伙营造共存共赢的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